上一次讲过了哈，所以不要我的话就不用太多了，要1分钟啊，不，那个这些一个一个，对，我想真的今年是神在我们家里蛮大的感恩哈，今年看到这是第一个感恩啊，这11月出生1月25号哦，这是第一个感恩哦。第二个感恩是陈品长老，第三个感恩是我哈。我先把我自己的感恩先讲出来哈。感谢神，我想身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感恩哈。但是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是觉得我们家以撒家今年是蛮感恩的。过去警察生涯36年。终于在8月2号荣退，所以刚才李刚牧师他在讲，他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嘛。我最大的敌人不是自己，还有更大的敌人就是坏人哦。所以我讲一个小小的很实在的一个问题有一次然后呢已故那个所长王继文他以前是所长他退了之后他就很虔诚，所以还有一次他去那个洞口去做家庭礼拜的时候结果因为那种警察就是专门抓坏人常常抓，就刚好抓到自己罗府的人结果我们洞口刚好家庭礼拜被抓的人，那个就是要去家庭礼拜的人，结果堵过人家了，真的打他他说你就是之前抓我的那个所长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在座我们得罪的人那么上家庭礼拜堵我真的不知道好吧，不要跟他洗了以后，我说很感谢神，到目前为止。36年的警察生涯，还没有坏人、仇人来找我感谢神这时候呢，他们就要加入我不要太多话顺从陈品长老好，那个帮我放那个简报我为什么要放这个简报？我记得这个是我分享给陈浩的，没想到分享给陈浩是我自己其实，在去年的12月。我个人深陷一个司法调查当中就是你们知道说，如果一个人进入司法调查的话，他很有可能就在进修当中。但是我自己就觉得说，这个让我看清了说，我很感谢神，虽然在这个司法调查当中我很痛苦，甚至我有可能就是出不来，甚至直接进去，但是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守节心清的人，所以我不怕。但是当我接到的时候，我就马上到祷告堂祷告，我跟神求智慧，神就给我经文。后来就是在经历了这么一段之后，让我决定要就是到学校，刚刚也是一个机会，那是碰到校长，然后学校有个学我就过来，然后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下一章他就说。这个分享是我自己在去年的时候，他说2004，就是说好像是敌人在帮忙挖那个深沟，没想到那个沟越深的话，祝福越深。下一章，然后他就说，不是在于你离开了什么工作，而是你将进入什么工作。过去的工作只是你的职业，但下一份工作将是你的使命和的使命所设计的起点。我才知道说原来。在今年，我们家每个人都换了工作，等一下你们就知道。就是我换了身份也当爷奶，然后我现在也在学校。但是经过了那个司法调查，我很感谢神，就是神让我就是彻底的悔改。我过去的一切所有好的事情，原来都是在荣耀我自己。原来我过去所做的那么多20几年的工作没有一点点是荣耀神，因为我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来到这里，其实这个见证可能要很久，但是我只要感谢神说，原来从去年底，从我一开始进入到
非常痛苦的深渊当中。感谢神，我不知道祷告哪祷告，我又进食祷告，就是经过了这一段，神在翻转我，也翻转我的家庭。所以从去年12月一直到今年的8月，我们家里每个人都在换工作，然后我是第一个换啊，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就是，对，他配。就是今年我也换工作，就是要带小孩，但是我们感恩的就是在照顾他这几个月，就是虽然没有上班，但是神的恩典就是没有少过，就是恩典满满，也让我能够在家里陪伴他，因为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也是要陪伴他，虽然他现在越来越重，快10公斤了，但是还是很感恩，每天就会吃，然后陪伴他，对，谢谢。好，那我的部分就是在今年7月的时候，原本没有就是原本没有上那个台中教育大学，然后就是刚好第3年，然后原本想说要再考第4年，然后就是通过家里的不断的努力祷告，然后就是要有信心，然后最后就是就是能够去新竹的那个。就是如果顺利毕业的话，就是读3年顺利毕业的话，就会到秀兰国小去，就是教书，对，然后就是从下礼拜开始就要到台中教育大学去读书这样子。然后真的是感谢神，然后今年这3年的勤奋努力，对，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有说的，因为我当兵当10年嘛，想说。因为当下要做这个决定，其实我考了3年，我第1年是买了书，然后就放旁边，那书看过。第2年就是我说我觉得我会考试，结果就就没有看书去考，哇，结果也是这样未录取。今年是因为我想说有了家庭嘛，因为每次这样子，我们是这样台北这样，因为我的单位在台北南港，我在台北大溪，哇，一大的6点就要出门。然后高速公路有时候真的会打瞌睡，就是因为那个车子会那个，你知道偏道会哔哔哔，我想差点就撞到那个安全岛了，我就会站不起，说看认真一次，能考个消防队。看我30岁了，我去补习班嘛，有时候去图书馆旁边，几岁？我19岁嘛，人都很年轻的嘛，然后都大哥，你会读书吗？可以啦，可以。就我真的很认真，我今年很认真嘛，我都读到2年，就要感谢这个嘉琪嘛，因为他。然后我回家会骂他。我在压力，我觉得只要生气，他都不会出来。可是我考上我145名了，抢得很前面嘞，2000个人考，而且然后弟弟他又很乖他就是因为他妈妈很温柔，我有时候也会不耐烦，因为有时候搞得就是读书头很胀。我就知道我不要这样讲，就是感谢神啊，是这样子的。我想最后要用神话来表达我们的感恩就在腓立比书的4章6到7节，你们应该应挂虑，凡事要借着祷告和祈求，以感恩的心情，你们的需要告诉上帝，这样上帝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念。最后，我还是要感谢我的姐姐小兵当你不在的时候她都会帮助我们在大溪照顾我们还是要谢谢她以上感恩分享。